在韩国，音乐剧门票可是和演唱会一样非常难抢，因为韩国音乐剧文化盛行，不少韩剧演员都是从音乐剧场发迹，甚至也有偶像团体成员进军音乐剧市场，证明自己不只有颜值，也有歌唱实力。光是这7年来，门票销量多了1倍，甚至还到海外市场，成为韩流发展目标之一。音乐剧《莫扎特传》第2节的第2个音符是 C， 接下来升号吗？当然。第3节第2个音符是 E。曹正奭化身成天才音乐家莫扎特，演出他璀璨却稍纵即逝的35年人生故事。多数台湾观众因为韩剧而认识曹正奭，不过他最早以音乐剧演员身份出道，曹承佑也是从剧场发迹。布洛克泰咪，有的公司并不一定只有做音乐剧演员，他可能又有跨足戏剧，他就会把他们公司演员再推出去。韩剧《机智牢房》那部里面，其实很多演员都是从大学路起家的。大学路是韩国音乐剧发展重镇。老公是韩国音乐剧演员的布洛克泰咪，也观察到不止音乐剧演员往大小荧幕发展，近年来也有越来越多偶像团体成员在剧场亮相。布洛克泰咪，其实音乐剧界给人的感觉，我自己觉得啦，会比较高级的感觉，可能比偶像团体更有实力。音乐剧公司他们会去找偶像团体来，一个部分当然是卖票的关系，他们叫做 ticket power， 票房号召力。60年代开始，韩国政府协助创立剧团，开始发展音乐剧市场。有统计报告显示，从2010到2017年，韩国音乐剧门票销量从8800万韩元增加到1亿8000万，成长1倍。记者，目前韩国音乐剧制作公司超过20间，而且每年会推出将近200部作品，其中有30%都是原创作品，可见得韩国音乐剧市场的蓬勃发展。记者 vs 韩国民众，韩国音乐剧市场相当活跃，你有什么看法吗？可以常常看音乐剧很开心，但是门票很贵。日帝强占时期有发生很多独立烈士们的故事，像那样的题材就相当的有潜在力。韩国政府把音乐剧当作韩流文化之一，积极推动海外发展。虽然台湾音乐剧文化起步较晚，但专家看好台湾的实力和设备，只要民众愿意了解和接触，也能让明星艺人多了一个发展平台。